议员柯林表示，虽然以4连霸得到台南议会观察联名，并甘为优质议员，不过伊在意的也是4当前由台南市教师会甲产业总工会联合推荐的身份，所以伫总预算当中积极为如何提升台南优质的教育来建言，包括协助教师签订团体协约，来保障教师工作等权益。将团体协议的签订保障师生的工作、老师的工作权利，安尼会使袂？其实回到实质，还是你感觉讲，你就讲会当还袂当？实质最重要了，实质最重要，所以没有制度不要紧。因为很多都是法令规定。我认为制度比较重要，实质是另外一回事。可以讨论。那实质以公价处理会务、客户治理，家己出钱，这个代志嘛袂通。好，薪水是照给。另外就是说，薪水照给啊，你若客户治理，家己搁出钱，薪水就会扣起啊咧，对无？劳工局长。不当劳动行为处理一下。台南成为美食之都，虽然今年米其林指南咱44间餐厅无一间入选，不过议员柯玉玲强调，以桂林美食为例，拢是伊心中的米其林，所以将当地肉粽加包仔送予所以及主管来品尝。除了希望协助公所行销，嘛希望鞭策所有小类个拢有信心伫市场连任以后，继续留来打拼。不过会中问起官员敢有信心留任，多数拢唔敢表态。台南新闻，阮吉杨顺怀采访报道。